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今日由我劉偉德主任為大家講解齊頌宋詞。請同學打開第16至17頁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蘇軾所寫嘅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。呢首詞總共有2個部分。而今日呢，我會同大家講解上片嘅內容。而家就等我先為大家朗讀上片嘅內容一次啊！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蘇軾。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，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穿空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寫呢一首詞嘅人係蘇軾，佢生於北宋，佢嘅詞風格豪放，係唐宋古文8大家之一。大家之前學嘅《水調歌頭》同埋《定風波》都係由蘇軾所寫嘅。點解蘇軾會寫呢一首詞呢？等我講下佢嘅寫作背景啊。喺佢43歲嘅時候，因為烏台詩案而入獄。烏台詩案係乜嘢呢？就係當時佢有一個罪狀。蘇軾所寫嘅詞被人認為係諷刺一個變法，涉嫌誹謗朝政，所以將佢係入獄。後嚟蘇軾被貶去黃州，當佢遊覽黃州赤壁磯嘅時候，有感而發，所以寫咗呢一首詞。而家就等我講解下上片嘅內容啦。大江其實所指嘅係長江，古稱江水或者大江。佢係亞洲第一嘅長河，世界上亦都係排第3嘅。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即係話浩浩蕩蕩嘅長江向東面滾滾而去。呢啲江水翻起滔滔嘅巨浪，洗盡咗啲乜嘢呢？就係千古風流人物。喺1800年嚟，有好多無數嘅傑出英雄人物，同學認識幾多呢？但係經過時間嘅洗禮，佢哋都已經無影無蹤。喺故壘嘅西邊，因為剛才提到蘇軾係被貶到去黃州，咁所以佢嚟到呢一個地方，見到古老嘅城堡。咁佢嘅西邊，好多人都話係三國時期周瑜大敗曹操嘅赤壁遺址。喺呢一度左邊嘅呢個係周瑜，旁邊嘅呢一幅圖有好多船，相信大家都諗起一個戰事，就係火燒連環船，係一場非常出名嘅仗，以少勝多。咁所以咧，蘇軾就諗起呢一場嘅戰事。而喺長江呢個地方，亂石林立，嗰啲石係高聳入雲。而江河嘅水咧，洶湧澎湃，佢嘅巨浪拍打住江岸呢，就係捲起千堆雪。點解喺長江會有千堆雪？其實雪係指好似白雪咁樣嘅浪花。大家睇下啲圖畫，非常之洶湧澎湃嘅浪花，就好似一大片嘅雪咁樣。蘇軾見到呢一個江河山川嘅景象，佢就覺得好似畫一樣壯麗。咁所以其實當時係聚集咗好多嘅英雄豪傑。咁我講解嘅內容就嚟到呢度。
不如我邀請蘇軾同大家講下佢寫呢一首詞嘅心情啊！大家好，我係蘇軾。我寫呢首詞係借助描述赤壁雄奇壯觀嘅景色，引發咗對周瑜嘅懷念，從而抒發自己年華老去卻未能如周瑜般建功立業嘅無奈之情。唔該晒蘇軾為大家講解佢寫呢一首詞嘅心情。而家我就邀請咗兩位4D 班嘅同學為大家領讀呢一首詞嘅相片。時間就交俾佢哋啊！念奴嬌，赤壁懷古。蘇軾。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人道是，山過周郎赤壁。亂石穿空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各位同學，我今日嘅講解就嚟到呢度。同學，請你返到屋企可以朗讀、背誦同埋同屋企人分享。到下個星期，楊子威主任就會為大家講解呢一首詞嘅下片。唔該晒，拜拜。